爱情，迄款该伤害泪稀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还爱跳故日该命运，走神爱离开，爱上有意义，爱袂转来。流浪的心情，梦已来探路，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流浪的触电，转来改写，改黑马萨，恋爱改命一辈子流浪。流浪的心情，梦已来探路，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流浪的触电，转来改写，改黑马萨，恋爱改命一辈子流浪。6、8年文艺应该都清清楚我的意思了。晨晨按聪明，应该唔是爱计算目嘅。不过算艺术条多了下，佢都无非爱天花咧。太快哦，按啲嘅傾咧。连领导都无法投入到阿瑞嘅情感度，嘅爱咧，当爱老阿瑞之间，属于因两三个共同经验特色咧，一场有太子心意嘅条嘅声音嘅本爱老其产生关联，迄无根本迄两条唔会交接嘅平衡线咯。喂，心意咩？我喺同晨晨，我要去参加人嘅婚礼。做得啊，冇問題啊，一定是會準時嘅。再見啊！乜人啊？你基本亂飛，唔緊人條款咯。阿雷，你知道吗？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就不会答应跟 David 结婚。为什么你不问我跟你分手的理由？但即便是这样，我仍然在结婚前夕跟 David 坦诚，我心里最爱的人是你。你大概不知道我有写日记的习惯吧？这习惯是因为你才养成的。
你在练团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好，只好把想对你说的一字一句写下来，一边等你。为什么那时候你不早点跟我说呢？可能是自尊心作祟吧。现在很多事情都不一样。我知道，可是有些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说忘就能忘的。我想睡了，晚安。晚安。阿瑞啊，晨晨要去马來西亞，冇人你講啊？哪個時間？佢冇人嚟講啊？冇人講哦。佢將離開冇幾久誒。晨晨哦，一天冇愛，老女為人怎麼老你講啊？佢就係哦，弟弟陪你想給你啊。假使啊，你冇法度表達那種感情，你做個什麼地位去爭取啊？愛情哦，唔係咁簡單呢。愛自家中意買，愛自家買啲啊。不過，我要本愛自家中意什麼嘅，買啲愛中意佢。刘凯，晨晨，刘凯，你有咩头呀？我要參加新人婚禮啊，結果冇想到去坐回來是要假死咧。拄唔掉，一個重色輕友嘅嘢，還有面皮講哦，拄迄清華高中同學，假使冇到婚禮當紅看到誒，聽說會一生有遺憾誒。我咪係因為佢阿弟妹，
让当工地玫瑰服转来啊。哎，张下比行机哦，就数到家嘅健身，讲家嘅老公哦，水到平地，只讲起，故说呢，秘密嘅老妇女安排到拉斯维加斯。算了啦，迄两衫即刻可以通好回好咧。嗯。要抢做点安用啦。我伫只地方以后诶，唔才是强下去好吗？去哪啊？前四个总在讲的秘密，不过啊，保证因为中意。你讲嘅秘密就系带俺来墨水哦。系啊，我同呢啲去信都冇放嘢用嘅，我上下只要提好嘅菠蘿，嘅第五嘅妹哩，爭做啲本嘅路通好，下開心啲話。我咁有面出出诶。冇關係啦，反正三下來一定本嘅要超級要歡喜。好，3、2、1，Go！有先要做幾毛啊？清楚哦，是家真嘅變做一條魚嘅咧。晨晨，按有夢嘅消息，你兩年就去台灣做先生了。錯吧？咧，家下營養師咩？梗哦，梗應該係嘅，乜嘢都弄法㗎。不過呢下為咗生活，需要撈呢個拆錢，呢個上邊。賺到錢咯！你哦，還係老頭擺強用，想愛做乜嘅就去做乜嘅，事事有有誒。你現在煩惱都冇？梗要煩惱冇啊？冇啊！聽我。係哦，灰色就同事。眼前看到嘅。係誰咧？好啦。想用夾名哦，應該唔會來啦。既然唔想用幾耐啊？香港嘅夾邊咧，所以係明月來啊。你老公好一起先啦。你哋講乜嘅啊？我講嘅見。小雅還沒打電話來。哎，小
哟，等你等几日个哈？妈嘅啊，你冇爱来哦？你真嘅冇法度来咩？哎呀哦，好嘞哈，请有几日哈？总太太啊，老少用讲两句话好冇啊？迄无佢听说会真艰苦嘅哦，佢都期待见本年来接见呢哈。喂，用咩老天花挂铁的啊？竟用咩阿勇啊？佢真係冇一來接小用嘅啊！怎麼佢做啲阿用講花唔衰花啊？俺就講唔好念貼個希望咯。你烏鴉嘴。係假咩平常過做，讓伊嘛個上講。也個用個散哦，用伊老小用講咧。小勇，你哦，等下迄吃东西啊，有什麼嘅啊？鐵板燒也係小火鍋啊？錯啊，食鐵平日去歐亞斯好冇啊？係啊吼。小姐啊，天花冇一隻，流言也冇一飛，明白嘅東西啊，也係嫌慢油費太貴，捱老日出嘛。你敢啲冇聽你平日打嘴鼓鹹掉嘴，幾日搶做啲了了辦死鬼嘅窮下，實在哦，真冇意思呢。仲未講你天公要做嚟係冇？幾多點都幾重啊！實在偏係天花啦，我有事情同你講。還有哦，下禮拜無個自家做題，又無人愛講，哎呦，我要穩準呢。稍早就做嘢啊？錯啊！你阿風健安醬，間有幾點好未？係啊，想去加了建議啊，不過好搞上課冇專業做唔得啊。晨晨，你咁樣發現，我同你出去叫個朋友，你嘅心情好加多咧，要見就見唔見啊？呢幾個人看起來很下降，有信心。我有心情冇好啊，而且喺冇想到嘅木水暗神氣，海度啊非常精彩，本人規隻心情都變到很較好誒。你確定我看到你嘅世界，心情冇唔好咩？當然冇啊。好啦，送我感受唔錯好咧。小咪，我哋先送你啊。好啊，唔聽數牙哦，老闆你讀嘅亂包，夾套變動圖都做得了。哦。阿春兒哦，今日嘅有醫院照顧一口工嘅，今來哦真嘅難快咧，因為做得本老人家自家去醫院啊。古數咯，熱叫驚人性啊！阿春兒冇錯，拎大簡單嘅樣誒就照出來咧。你用按樣講人啊？我講係事實啦。你冇看，佢之前加個幾險費，個煮飯，個聽數變數誒，也係阿春兒冇錯哦。佢都關這間房度，乜計都唔可以做咧。唉，佢本來哦，就冇義務照顧人啊。領導係講阿老奧嚟個鄉下，佢做係查克嘅一份子啊。
就算无义务，嘛要这样要照顾一个家庭。总个，佢连阿干妹都比唔上。反正一下哆来咪读幼稚园的啊，民主的工作他自家拢做会真好啊。故说冇必要，也唔是故意麻烦琳达啦。好啊，叫做老琳达尊重我要俾大家人下好咧，佢根本要当初冇掂东西，故说嘛唔是准批佢嘅。你对什么都很小心眼啊。我喺推陈陈先生讲伊好气诶。可能佢真嘅有事情咧冇行啊。你到底有事情咧？哦，你的老卡客强用哦，看佢这样就偏心，啥唔记得陈陈先生对你嘅照顾咧？我听佢讲可能有事情啊，你就做啲安南头发啊。用办啊？算係冇講啦。老翻包包下。好啦好啦。王大制作，你们这么大的跨国唱片公司，我怎么敢随便推荐呢？保证实力跟偶像兼具，跟韩国歌手一起搭，这样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可以谈谈看。韩国市场也很大吗？谢谢谢谢谢谢。我相信只要有加分的作用，阿雷他一定会答应的。谢谢，请吃饭。那有什么问题呢？还要谢谢王大制作的帮忙呢。OK， 那就这样说定喽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拜拜。喂，晨晨哦，你有冇肥矮天花？一下唔係肥咧咩？哎呦，你嘅蚊搖哦，一搖都火成依嚟咩？你神經啊！錯咧，頭鴉片嘅市場，前多年之前看到嘅水晶嘅人哦，還真嘅就唔咩嘅呢？我打電話俾我做老人講吼，你老嘅東西啊，天數我買咗來啊。天數你？我係買本我出價，我真冇攞人買咧。我才貴呢，你都準咗吼，今日片數本我咩？真冇愛。好了，算了啦，你做嚟真講，你哋去看人飛上機票啦。做乜嘅啊？我喺成機場吼，拿我紀念品啊，冇人把到我去等我接你啊。哇，你還唔啲驚笑哦？有嘅東西係捱嘅。好啦，你實際看，你從那一班邊樣嘅，就幾多點都退班咯。我從沒看過這樣的阿雷，我真的要失去他了嗎？不，我不允許。小楊，我老人講哦，陳陳先生啊，要再來咧，還有啊，阿雷哥去接見呢。真見哦。大家本人。唔知些。姑嫂看得出來哦，阿雷哥還係較中意陳陳先生誒。要令你陳陳先生冇才，來看阿雷哥就有啲失神。又唔係沖掉麼？沖掉係我頭下食到廿尾嘅天花。佢講天公爺愛叫你去買新衫。可能佢係凊彩講嘅啦。唔會啦，廿尾上班冇來，聽說係要乜嘅事情啊？姑嫂入拜就咪專工來補償你啊。嗱看，要用書，中意哪書啊？徐明阿姐，你天數哪頭啦？我看，叫做耶穌好誒。小楊，厝體掃描、打球、看小說嘛以後啊，網絡嘅喊講耳朵誒，我講你哦，佢啱啱就幫你偏題咧。你想太多誒啦，快樂女孩幾個年輕好，
那就唔但做得讲心事，也时时相互鼓励。佢还讲还说好呢，还一个亲友三个太儿子啦。好啦，你自家会生意哦。嗯。阿玲，你赶快帮我看一下电脑啊！你的电脑很漂亮啊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哎呦，我就不知道按到什么键啊，结果就不能上网了。哎呦，我现在一定很急啦！快点啦！这台电脑不错哎，功能配备啊都很齐全哦。哎呦，那些我都没有在用啊，快啦，我只要可以上网就好了。哎，橘子啊，你的网友就是叫你打扮成 OL 那样子的人吗？嘿，我看他的品味啊也不怎么样嘛。你懂什么？我的网友叫金城武，在科学园区上班，品味一定不差。况且，如果我身在唐朝，一定是贵妃命。那个领导，切，哪能跟我比？哎 ，OK 了，可以上线了。哦，真的好嘞！阿磊，你好棒哦，简直就是 Superman 嘛！哎，橘子啊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小荣那个年纪啊，上网交友也就算了，你现在都几十岁的人嘞，还在幻想网络奇缘啊？什么幻想啊？我有实际在实行，好不好？嘿，我看你啊，不如发动你的亲友团啊，帮你安排一个相亲会，这样还比较实际一点。我要享受的是邂逅那一刻的浪漫，才不要什么相亲会！哼！切，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看来你的网友看到你这口红妹啊，不被吓死才怪。切！好嘞啦，莫脚的啦，等下3分吼都去接晨晨了没？脚，我接去吼，来变赢得喊他紧。唔免啊，迄琳达，今日身体哦，亲像鬼木树爽诶，眼神又啪啪，阿瑞哥，傻傻一看哪会啊？啊？你忘有呢？琳达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啊？我胃痛啊。胃痛？台子啊，家里有没有胃药或胃散？没用啊，我刚吃过了。那喝点牛奶或吃点苏打饼干会不会好一点？没关系啊，你赶快先去接婶婶，不然时间会来不及。阿里哥，啊，不然你先带琳达姐去挂急诊，然后再去接深深老师啊。好，琳达，那我先送你去医院，然后我再去接深深。不要，我不要去医院，我休息一下就好了，真的没关系，我没事啦。琳达，你真的不要紧吗？那好吧。哎，台子啊，你先帮我照顾琳达，如果什么状况的话，帮我送她到医院啊。哎，不行啦，我等一下有事情要出去。你什么事那么重要？不能等一下吗？不可以啊，我跟我妈和我妹约好，等一下一起在山下吃饭啊。可不可以改天啊？我还要去机场哎。不行啦。春怡嘞？春怡她去医院陪急救工啦。心怡嘞？心怡去买东西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小荣嘞？小荣，她妈妈说要来接她，正准备换衣服要出去。阿 K 嘞？他早就跟丁静去约会了啦。哎，怎么搞的？怎么今天大家都有事情啊？哎，哆瑞咪在睡觉，还是我去叫他？哎，台子，哎，不行，我要走了啦。哎，台子。阿磊，你如果有事就先去忙，我老毛病了，真的没事啦。那好吧，你自己小心咯。嗯。我来不及，我先去机场。啊！真的不要紧吗？阿磊好痛啊！不然
扶我去房间休息好不好？啊！好吧，我先扶你到房间。我倒杯水给你喝。琳达，先喝杯水，我去看看有没有牛奶或苏打饼干。谢谢。喂，深深，我是 Linda。不好意思哦，我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所以耽误阿雷去接你的时间。Linda，你没事吧？胃痛，老毛病了。我叫阿雷不用管我，赶快去接你。可是他又不放心我，一直留在房间陪我。现在他又去帮我倒牛奶。深深，不好意思，可能要麻烦你自己回来嘞。没关系，身体没事就好。还是你在机场等一会儿，我叫阿雷赶过去接你。不用了啦，我这里坐车也很方便，你休息吧。晨晨欣赏咩？用胃推也变零牛奶啊！哎呦，你也免挨去啉的啦，叫领导胃痛，加上每日连着牛奶，敢要较好调的啦。零牛奶会好咩？这么干唔是必要啊？都台子功夫考都无必要咧啊！哎，什么啊？你甘做天顺来去买倒转来？哦，我真转来诶，我系休息下。哎呦，你都天顺来个行一转啊！好啦好啦，不过这3年啊，我真奇怪呢。初本呀，向外去买2袋个柠檬转来，结果大早在江店做下杂志，冇事情哦，大早拎按太一笔个柠檬汁，唔过非常空哦，真有贵嘞。你真有看到琳达有柠檬汁了？迄么，研发动啊都讲故事哦。险险，记得打电话去侦查。我买书记就来了。讲不会同人去检phòng度啊？王制作，你放心，一切都照你所说的条件。只要你肯好好栽培的话，他的音乐一定会大受市场欢迎的，保证赚钱。那还用说？是啊。琳达姐姐，王制作，你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小龙，什么事啊？琳达姐姐，我妈妈等一下要来带我出去玩，我在想能不能跟你借项链。哦，好，你等一下哦。要去，小荣，琳达姐姐有点不舒服，要休息一下。拜拜，回去好好玩哦。可是，琳达姐姐，我说真的，王大制作，你不能糊弄我哦。
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哦，什么时候？当然是现在啊！能看我大制作人喝咖啡，一定是迫不及待的嘛。小友，人哋應該喺到你哦。你用白银啊？我本來想要留恁家去加一條板鏈，結果佢竟然幫我一隻數款，不過一隻數款，讓我冇屁啊！所以啦，遇到 VV 從空咧，你要你啊攞你頭拍鏈啊？嘅 V 傳講，既然 VV 通到 V 事你咩？我等下可以攞佢去買肉呢。不過我看佢頭下老人講天花，很真歡喜誒，無像會實體嘅用誒。晴晴，胃还痛吗？好多了。哦，刚刚珊珊打电话来，我帮你接了，也跟她解释过，都是因为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害你没办法去接机。我想她应该不会太介意吧。你干嘛随便接我的电话？我是看到是珊珊打来的，担心她在机场等太久，也帮你解释了一下。而且，以前你的电话都是我在帮你处理。琳达，你可不可以看清楚事实？我们两个之间已经是过去式。现在你有你的生活，我也有我的生活，不要再拿以前的事来做比较。不，对我来说，你还是那么熟悉，你的个性还是那么直来直往，对音乐也一样的执着。我也一样，我对你从来都没有变过，一直都没有。你冷静一点，就会发现，我不但跟以前一样，没办法给你安全感，甚至现在还有一家子要照顾，这些都是你没有办法忍受的。你不要走，因为我才是最了解你的。民宿只是你暂时休息的地方，真正能让你发光发热的，还是摇滚舞台。难道你要跟这群孩子，还有一个高中老师，在这里虚耗光阴，直到磨光你所有的才华跟理想吗？难道你以为我这次来是为了想跟你复合？是高手他们对你下狱雷都还有所期待。你知道这些日子以来，他们默默为了天地雷做了多少的努力吗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希望可以回到从前，是我们曾经一起欢笑、悲伤的朋友们，都希望可以回到从前那个属于摇滚世界和音乐舞台的日子。阿雷，你真的只要守着这间民宿，什么都不要？不是的，我不会放弃音乐，更不会放弃天地雷。只不过，我还需要一点时间。
小勇，阿妹听说的临时有事情，姑嫂无法度来啊。我知啦，大摆都强用。错的小勇，你跟我去阿妹做些个比手请期啊？做嘛叫我挨去请去啊？因为你唔是想要看到阿妹咩？唔是嘞啦，反正有阿妹无阿妹都无脏，你都会按用过。你也好，用白银啊。爱弟哦，你的新官都听说都无欢喜，懂欠哈？忙不啦，惯了。小友，其实哦，我有穿的时间，嘛系老你强用啊。我哦。嘛穷款，无法度面谅我的阿爸。其实，他人的世界哦，有真多的事情，无法度讲个清楚的。我是阿妹，佢听说有佢讲唔出来的苦衷啊。佮迄因为老你阿爸又好咧，才会讲俺用嘅法。小勇。我的意思哦，老爷情形无强用，佮阿爸，伊嘛还不会来请伊。不过我阿妹咧，老爱讲好，结果又无来，伊通天方蛮无大，根本想要来看我，就算啦，做嘛叫我骗我？可能。阿妹个石头天无限啊，姑嫂做无法度打电话给伊，佮记住去有伊无限啊！是咩啊子？我弟，伊想爱玩命啊！不过施舍就头面头前，我个朋友真紧比我阿妹。很较关心我，我很较在意我。好啦，迄个啊，我个朋友做得老你抒发你个心情，跟你做老记得的嘞啊。孩子啊！你敢伫小勇家妹同那位做事啊？小勇家妹，怎么个敷衍问一种问题啊？我看小勇哦，因为家妹无来，心情一直唔好，规日唱题吵到天龙面头前，老梦有淡白，我实在有点想呢。阿春伊无出，你应该要加注意记啊。姑嫂咧？我想要去请家妹关心佢嘅情绪。我清楚要同阿春怡讲，家妹到台北东去，已经买3个店做事。买啥物啊？竟然第下来家妹？店头嘅名我唔记得咧。错咧，阿春怡有一本联络簿呢，第度应该有住址账册。你真给我请去啊？根本呀，家妹有老小勇放鸽子嘞，听说係有某件事情，我要去問佢。喺台北呢，我唔叫我去啊，等我一下。接幾夫唔到嗬，來了位啊，應該做得等到沉沉，然後咩所以就驚喜呢？
机伫咧啊！哎，晨晨坐菜水果头，我冇看到人哦。阳光和云好亲密，让我想闭上眼睛。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。守护着许下的约定，不用怕洒散了一天的雨，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要害怕暂时的分离。书把松开的记忆，有一天我们会在花树下相